要不你就这样，只露一双眼睛。谁呀？让开，让开！让开！安石啊，这2天天天找借口往我这儿赶，毛不是在等什么？不，我没有，我听爷爷的话，我没有去。陆石啊，你这是此地无银300两，我还以为你在这儿等哪位姑娘呢。郭伯伯，你放开我！放开！跑啊！啊，再跑啊！哎，干嘛？你不看看人家是谁？怎么回事？这个女孩子是谁啊？老孙头的闺女啊，就是给陆监大人运马的那个老孙头。放开我！别看了，别看了，转过去。你说他怎么惹上这个混世魔王的？这不是马上要和北烈开战吗？听说他爹养马不善，军马死了一大批，认罪伏诛了。你爹犯了罪，就要给我做戏赔债。我爹是无辜的，你才是犯了罪的坏蛋！哎呀，小贱人！我今天就让你知道谁才是主子！去，咱惹不起。看我打断你的腿！松手！陆小花，你不在南孟湖产马粪，跑这儿怜香惜玉来了？哎呀，完了！看看啊，一表人才吧？我们家奴才，公子，你不能打人。凭什么不能打人？你一个奴才敢管主子的事儿？我告诉你，在这个地界，我就是天王老子，我杀人我都有理。收拾完他再收拾你。站住！我。你们别打了，别打了！公子爷恕罪！阿爷，公子爷，我家小畜生不懂事，你这小畜生，还不快起来给公子爷磕头认错！阿爷，我没错，错的是他，他横行霸道，强抢民女，士可杀，不可辱。哎呀，跪下！陆小花，是我们周家对你们这些奴才太好了，是吧？今天我就告诉你，什么叫做奴婢贱人，绿笔出产，把他腿给我打断！住手！你们这是干什么？你是谁啊？这位大人是？我爹是本州牧监。哦，原来是牧监小公子。嗯，这位军爷有何指教啊？你们谁是陆石啊？他怎么了？陆石骑射优异，现已被编入预备军。根据紧急募兵令，现在朝廷要为他赎身。这是节度使大人的签批。混小子，你真去应征了？你，阿爷，对不起，我知道你不想让我重蹈阿爹的旧辙，可是阿爹死不是因为参军，而是因为这世道。若这世道不变，总会有人无端受迫害。我要参军，我要当上大将军，我要改变这世道。陆小花，就凭你，还想当上大将军，改变世道？我呸！不就是个预备军吗？连前线都上不了。这位军爷，
这陆石啊，作为一个奴才，他不忠于主子，又怎么会忠于将帅呢？这凭证啊，我就大概扣下了。凭什么拿我东西？凭什么？就凭你是奴，我是主，我不答应，谁敢带你走？还给我！这事因我而起，我跟你走，你别难为他。姑娘，晚了，你们这些人都是卑贱的神奴。阿爷，你这个虎心，不准打我阿爷！我今天就送你们上路！别打我阿爷！周公子，等等，周公子。阿元，我来。阿爷，公子，是何必这么心急啊？你又是何人啊？敢管本公子的事？他们与我无关，我是好心来劝公子，莫为一时之快，误了大事。哦，就这几个贱奴，能坏我什么大事啊？公子，借一步说话。你这个小子，快把这凭证收您看啊，这陆小花虽然是个没出息的预备兵，但是大战在即，你动了她，军队一定会严查。这一严查，恐怕就会牵连到您呐。那又如何？有我爹在，他们能奈我何？是，但您为了一个贱奴得罪了军队，需要动用你爹的人际关系，这不划算啊。再说了，这一个贱奴您什么时候处理都行，何必当着传令官的面，对不对？你说的好像也有几分道理。来，君。陆大哥，你练得这么好，怎么满面从容的？练得好又有什么用？我在预备营表现得再好，他们一看到我的脸，就只会嘲笑我。难道我就要做一辈子陆小花吗？以貌取人的家伙都是自己没本事，你做自己就好，不要跟他们计较。哪怕我不跟他们计较，这日后上了战场，敌人看到我的脸，恐怕也不会有丝毫的畏惧，只会嘲笑我，拿我的脸当做他们鼓舞士气的工具。要不你就这样，只露一双眼睛，一骑绝尘。这样？不过这样的话，你就没有手拿兵器了。要不这样，嗷，狰狞一点，明白吗？嗷，再凶一点，眉头再皱一点。要像虎豹一样。嗷。那个，我得去军营训练了。
嗯。再见。杀神的火爆面，陆氏死后，南圣谁还有资格佩戴此面具？如此神力，究竟是哪位大将？阿石，阿石？不可能啊！陆氏浓眉广嗓，燕汉虎腮，怎会如此清秀？哎，不对，陆氏明明已经死了。阿姐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大将军哥哥，微臣救驾来迟，请陛下恕罪。大将军哥哥，我没事，那位哥哥有事。阿姐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你呢？我没事。带少爷和以华回宫。是。我不想回去，大家一起热热闹闹才有意思嘛。陛下，臣陪你玩。真的吗？嗯。姐姐，我走了。以华。大将军哥哥，你说好要一起陪我玩的，不许反悔。好。不许反悔啊！以后遇到这种事，你应该先就近去找巡查兵。这得亏我刚回江都，否则谁来救你们？我不管，我相信你们。笨呐！我要是没回来，那我可就再也见不到陛下，见不到阿浅了。你刚刚说什么？我说，我要是没回来，我可就再也见不到陛下，见不到阿浅了。还有呢？还有什么？你还想见到谁？哦，这万一义父也在的话，义父岂不是也很危险？你义父就在车里坐着呢，有什么危险啊？那还有谁啊？你再仔细想想。哦，对，刚才还有那么多百姓，这万一要是出了什么事，那岂不是大事不妙？陆大将军说的对呀，陆大将军心系天下苍生，受万民敬仰。小女子恐怕是不入您法眼，还是让我自生自灭吧。哎，以华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那你这么聪明，哪需要我来保护你啊？哎，以华，你在叫我吗？哦，陛下。啊，这军中兄弟教的，他也不管用啊。如今你帮陆氏暗中谋划，但你可知此战他凶多吉少？元齐5年的火风堡之战，便是陆氏的死劫。义父，您不是要听民意吗？您听，这就是民意。收复失地，夺回火风堡！收复失地，夺回火风堡！看来阿石始终都是有血性的孩子，没有忘记火风堡之耻。其实义父也有此意，只是想看看你的决心。
既然你心志坚定，那自当以收复失地为大。我去向陛下请旨，啊。陛下有旨，大将军陆时即日出征，收复火风堡。谢陛下成全。吾皇万岁万岁万岁万万岁！这片土地被北烈占领了整整8年，可惜北安王没有等到我们收复失地的那天，就不堪受辱，撒手人寰了。北烈烧杀抢掠，无恶不作，百姓过得水深火热，无时无刻不盼望着重获自由，真是苦了他们了。太好了，有救了，有救了！我像是重新认识了这个时代，重新认识了什么是战争，还有战争带来的伤痛。对这个时代的每一个人，我似乎都无权妄加评价，包括小武。大将军，我现在也跟你一样，也是大英雄了，对吗？陆大哥，一华，我是不是做错了？他们正值年少，本可以娶妻生子，可以一家人辛勤劳作，平平安安的。可如今，这不是你的错。救国纷乱，总要有人以战止戈。陆大哥，我们一定会等来和平的那一天的。好久没爬山了，早知道就坐马车了。你不是要看看沿途的风景吗？看那边，这就是1000年前的南孟湖啊。嗯，你们家之前就住这儿啊？是啊，以前北烈大举南下，攻破了火风堡，俘获了北安王。若是再突破琉璃谷，我们这片世外桃源就要变成人间地狱了。哼，有我们陆大哥在，北烈那帮蛮子简直是痴心妄想，做他的春秋大梦去吧！对，做他的春秋大梦，做他的春秋大梦！驱逐北烈，驱逐北烈！保家卫国，保家卫国！傻瓜一华，傻瓜，陆小花，给我站住！今天非杀了你不可！陆长公，杨副将请您回火风堡一趟，说是有难民安置问题，请您回去协助。难民安置？是的，陆长公。我先回去一趟。我陪你一块儿去吧。陆长公，杨副将等您呢。嗯。不哭了，乖啊，乖，不哭了，不哭了啊。通常不哭了，好不好？乖。通常，郭伯伯，他是不是饿了？要不要去给他找一些吃食啊？你们在这儿好好看着，我去给他找点马奶。嗯。哎呀，嘿嘿，四儿又着落了。
他怎么一直在哭啊？他终于睡着了，好可爱啊！我以后也想要这么可爱的小子。你怎么知道是小子不是姑娘呢？我更喜欢姑娘。哦，好啊。呸呸呸！谁要跟你生孩子啊？以后啊，儿子、姑娘，我都喜欢。这以后要是生个儿子啊，我就教他骑马、打猎。这将来要是生个女儿呢，我也要教她骑马打猎。怎么都是骑马打猎啊？天天打打杀杀的，你就不会好好过日子啊？这天下不太平，哪能好好过日子啊？天下天下，就知道天下。算了，谁让我心甘情愿呢？不对，你别动，我去看看。顾伯伯，顾伯伯，为什么我还会有和你相处的记忆？如果我们的命运已经被改变了，你这次选择留下来，那你想的时空应该已经终结才对。若你与今日的我继续走下去，为什么我还会在我的过去遇见你？若没有当年的叶，又何来今日的果？正如没有你，当年恐怕就不会有那块凤牌。这说明一切
再按照原来的轨迹发展。奸邪封侯之毒，是淫妇派来的人。小兄弟，这么紧急的事，杨副将为什么不亲自来？城里事务实在太多，杨副将抽不开身。可陆长公不会骑马的，为什么不备马车呢？是啊，杨副将特意备了马车，就在竹林外面，马上就到。是吗？陆大哥，别出来！陆大哥，你快进来啊！别让他们发现孩子。别哭了，督长，别哭了。你们谁敢上？所有人，换弩箭！阿诗，你别吓阿娇我。
阿诗，阿诗，阿诗。宁华，不必说，我懂，我不会让别人发现他的。陆大哥，你总是说我做事毛手毛脚的，我下手没轻没重，会不会弄疼你啊？其实那天在火风堡，我说的话都是骗你的。我最讨厌你去打仗了，为什么肩负重任的不是别人，是你？我根本不想你做什么大将军，我只想你好好当我的陆大哥。龙渊的婢女呢？找到一并抓走。是。楚同长，我已经交给了山里一户值得依靠的人家暂养。陆大哥，你放心吧。都是你这个妖后！妖后！杨明啊！落水啊！罪人！妖后！你这个妖后！罪人！你叫一朝万年！你要一朝万年呐！陆大哥，这就是你一心想保卫的大圣吗？颠倒黑白，是非不分。凭什么杀害你的凶手可以逍遥法外，害你的人却要遭受如此非议？陆大哥，恐怕这世道只容得下一种做法了，那就是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。